安心。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咱今日的礼拜要开始，请有早手机仔的兄弟将手机仔关机，互咱的心单单仰望伫上帝。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愿你用仁慈款待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互万国捌你的救恩。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
万民拢无落你。即马咱用献诗来学乐上帝，献诗第292首，献诗292首，现在，现在，现在，请起立。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来都入来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苦。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成全的地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同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咱即马来考验，用考验方式，我来考，大家来验。伫信息后壁，考验文第59，就是罗马书第10章。考验文59，就是罗马书第10章。你来用喙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予伊对世人中复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信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至到死亡。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就无信伊，哪会求救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差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脚烂入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囝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这是咱下头同心来祈祷。贴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
你用基督的疼来激励阮，互阮明白，阮真正是你用基督耶稣的宝血，同家所赎回。伫阮还阁是罪人的时，你已经先听阮，阮是你用你美好的形象做的，阮是你手所做的工，阁将性命的气分伫阮的内面，但因为受敌撒旦的威胁甲攻击，互阮跋入罪恶死亡的罪罪中。但因着你的怜悯甲牺牲的疼，将阮对罪恶中拯救出来。主啊，我要感谢你遮尔疼阮。亲爱的天父，伫你的正面有永远的福分，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你无将阮的灵魂放伫阴间，所以阮的心欢喜，阮的心快乐，阮的肉体嘛要安宁徛起。感谢你遮尔顾念阮。亲爱的天父，你是疼阮的主，有疼的所在就有你的同在。你无愿意一人沉沦，你愿万人得救。伫你有赦罪的恩，我若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阮的罪，洗净阮拢总的不义。最后说，阮无一直生活伫痛苦甲罪恶的困苦中，求你怜悯阮，赦免阮，用你实际所留的宝血来阻挡伫阮甲遐个罪甲痛苦的中间，互阮得到自由，永无阁互罪甲困苦来捆绑阮。阮感谢你，求你的圣神，即马嘛甲阮敬爱的林牧师同在，互伊今早起所要分享的信息，成做阮生活的快乐甲帮助。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阵来看听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罗马书第12章1节到3节。罗马书12章第1节到3节。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上帝的怜悯，我劝恁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活的祭，是圣洁伊所欢喜的。这是恁合意的敬拜，毋通互世俗同化，颠倒着互上帝甲恁改造，甚至得到更新，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看做好、搁完全的旨意。靠上帝互我的恩赐，我对恁逐个人讲，毋通将家己看伤悬，就照上帝互恁。就照上帝赐予恁逐个人信心的分量，慎重评价家己。这时，请社青团契来带咱学乐，因要学乐的诗歌是充满在这里。
愿水的歌声，叫做芳芳的祭，传到上帝遐。今日早起，林牧师要用“看得合乎中道”这主题来分享。你看这边咱真感谢社青团契今仔日献诗帮助咱，互咱会通搁一届来将咱所注目的焦点，应该放伫咱的主的顶面，将一切阳光归伫咱的主，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伫你主你圣的主你，主你搁一届呼召阮来到伫阮的中间，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互阮会通安尼兄弟彼此相见，伫即个所在围围伫主你的殿院内面，共同伫遮来敬拜你，来将一切阳光归伫你，也愿你的神运行伫你家己的会中，互你家己的会。以及你所有的正百姓，会通伫即个所在来领受对主你来丰盛的恩典，甲你的慈悲怜悯充满伫阮逐人的顶面，也互阮的性命会通照着你家己的话语，阮的性命来得到改变。伫圣神的引带下面，阮欢喜来受到主你的引带，谦卑伫主你的面前，顺服伫主你的旨意内面。行伫主你所欢喜的事的顶面，行伫你的心的顶面，愿你的神即时开启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真正对主你的话内面来得到对你圣神的启示启发，互阮会通看见主你的话语中的奥妙，也互阮的性命得到改变。安尼恳求祈祷，靠着基督圣名。伫还未开始分享之前，也要搁一摆来唤起咱所有的众兄弟，特别是伫咧线顶的兄弟。伫咧线顶的兄弟，咱的即个疫情已经开始咧降低，所以咱礼拜尽量拢应该参与伫咧实体礼拜。咱的即个直播，毋是要互咱一直拢伫咧线顶，是要互遐个安尼。行动不便，也是讲出外伫在外，因期待甲咱会通同心来伫遐做礼拜的兄弟来使用，所以咱无应该安尼伫咧即个主日的时阵，咱继续抑搁伫咧即个线顶的顶面，因为伫咧即个线顶，我毋知影现主是你伫咧即个线顶的时阵，你咧做礼拜，你毋知是啥物款的穿插。你是穿着你的睡衣来参加礼拜，是安尼？你即个时阵沿路食物件、食早顿来参与咧咱的直播。咱爱知影，咱即个时阵，咱咧敬拜上帝的时阵，咱爱用一个什物款的合宜的心态，甲迄个心情来做礼拜。所以来搁一摆来唤起咱伫咧线顶的兄弟，如果你的身躯、你的身体拢真好势，安尼咱应该搁转来到伫咱的实体礼拜，来甲兄弟同齐做礼拜。是安怎安尼讲？因为咱的礼拜毋是干那是一个听牧师讲道就好安尼的代志。咱的礼拜是对头到落尾，有头前的即个。咱的即个亲像讲，咱的唱诗歌，咱的诗班的献诗，以及着咱伫咧迄个中间彼此伫遐来启应，以及着牧师的分享。搁后壁一个真要紧的，咱有当时拢感觉讲，迄是一个无要紧的，就是伫咧报告的时阵。咱伫咧报告的时阵，是安那？迄要紧是因为咱伫咧报告的时阵，咱会通听见咱的机体内面有啥物人，伊有啥物款的欠缺，有啥物款的需要，咱的这正教会内面有啥物款的活动是咱需要咱同齐来共同来参与的。咱透过着礼拜，佫毋是干那安尼就好，嘛毋是甲牧师祝祷就煞。咱应该伫咧牧师祝祷了，因为咱听见今仔日牧师所分享上帝话语了，咱就要伫咧搁过来。礼拜煞，咱要开始来实践上帝的话语，敢毋是？但是因为咱伫咧线顶，
所以至到咱无法度有一个真好的迄个肢体交通。所以咱嘛要伫遮来唤起咱所有众兄弟，咱虽然咱的教会咱有2场的礼拜，但是咱伫咧第一场的礼拜刷了后，毋是礼拜刷咱就拍拍屁股咱就来走。咱应该是伫咧今仔日，咱就听到迄个牧师所分享的即个分享内面对我有啥物款的帮助，对我有啥物款的提醒。我伫咧迄个中间，我会用甲其他的遮兄弟去讲起着我伫咧即礼拜内面，我有啥物款安尼迄个我家己的体会也好，也是我伫咧生活上我有啥物款的经历不管是伫咧顺境，还是伫咧逆境，我伫咧迄个中间，我伫遐好好伫遐，甲着我的兄弟姊妹伫遐来分享我即礼拜我所经历着的。搁了，咱彼此伫遐分享了，后壁咱要做啥物代志？咱爱彼此伫迄个中间来互相来伫遐来带导。伫遐咱有啥物款的恶担当的事，咱欢喜伫咧迄中间彼此。我听见你所分享的，搁怪咧，毋是讲咱拍拍屁股愿你平安就煞。咱应该就伫咧迄个时阵，咱就来为伊来带导，来互伊安尼伫咧伫咧，搁是伫咧迄个主日的时阵，就得到上帝的迄个安慰甲祝福，敢毋是？所以真期待咱所有众兄弟咱若会通，咱的身躯拢安尼真好势咱应该第一个爱转来到伫咱的实体礼拜。第二咱需要安尼有一个安尼迄个礼拜爱有一个完整的礼拜。迄个完整的礼拜是包括上老尾迄个彼此的肢体交通。所以有当时我看见礼拜煞，大家人都后壁仔亲像佫毋知啥物款的计划咱毋好袂记，咱的礼拜迄个完整性内面是有包括着后上老尾迄个肢体交通所以咱嘛会通看见着咱当教会人哪来哪济时阵，却发现另外一件代志，就是咱哪来咱毋知影对方的名。我毋知影坐伫你隔壁的人除了你家己的亲人以外，你叫会出伊的名无？有当时我甚至要安尼问，有当时甚至若来考咱的中级，考咱的中级就好，咱叫会出咱的会友的每一个名无？是安怎咱叫袂出来？因为咱无后壁迄个肢体交通咱伫咧礼拜刷了后，咱逐家人就赶紧要来走。至到咱伫咧迄个中间，咱无有一个互相的互动，咱无伫遐讲真歹势我叫啥物名我拢一直毋知影你叫啥物名。伫咧迄个中间，就彼此伫遐来相认捌，搁看咧我伫遐咱就用伫遐来分享讲我伫咧即礼拜内面我安尼顶礼拜我听到牧师讲啥物话我伫咧即礼拜内面我有啥物款的经历是我拄着啥物款的恶担当的事，请你为我代祷。安尼才是一个真正的礼拜，互咱真正咱伫咧迄个礼拜，佫毋是干那伫咧即个时阵安尼若定，是伫咧礼拜刷了后，一直刷到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到伫礼拜后一个礼拜日，咱佫一届来到伫上帝面前，同齐伫遐同心来伫遐敬拜上帝。这才是真正的礼拜，敢毋是？这也是安怎？咱伫遐咱讲，咱无讲周一、周二、周三，咱讲安怎？咱讲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是安怎？逐工拢是咱的礼拜，逐个时阵拢是咱的礼拜，因为咱爱甲咱的主有随时的迄个结连，敢毋是？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搁一届安尼来，搁一届定心来想，咱甲上帝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关系？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甲咱讲安怎？伊伫遐甲咱讲起着，伫咧第30个所在，伊遐讲安怎？伊讲靠上帝，互我的恩赐，我对恁逐个人讲，毋通将家己看伤悬，着照上帝赐予恁逐个人信心的迄个分量，慎重评价家己。伊伫这所来甲咱讲，咱爱将咱家己，咱讲伫咧华语讲看得合乎中道。伫
伫即个所在，伊也讲是迄个叫做讲，毋通伤超过，嘛毋通无够硬，毋通偏左，嘛毋通偏右。请注意，保罗先生伊伫即个所在，伊安怎来安尼考劝遮个信徒，将家己看得合乎中道。伊伫遐讲，伊是安尼讲，伊照着伊讲我靠伊靠上帝恩啊，伫遐来考劝遮个正信徒。伊讲真显然，伊伫迄个中间，伊已经有迄款安尼的经验，什么款的经验？伊讲安那，所以伊伫后壁也咧讲，伊讲我对恁逐个人讲，讲安那，讲伫咧遐讲，我凭着有无？伫咧迄个用靠上帝互我的恩，我对恁逐个人讲。伫迄个中间，伊遐讲起个啥？互我的恩呐。伫迄个中间，咱来看伊的颜色的所在。互我的恩赐，即个恩赐就是保罗伊捌靠着安尼，伊将伊家己看做安尼讲合乎中道，也就是讲伊安尼伊凭借伊伫迄中间安尼，伊真慎重来安尼凭借伊家己所行所做，甲伊所领受的迄个恩典，伊是毋是有合宜？所以伊靠着主所赏赐互伊的迄款的恩典，伊伫遐来考劝遮罗马教会正信徒。伫咧和合本内面，咱和合本的经文内面安讲，伊讲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是咱原底本地和合本。但是伫咧迄个咱即马即个新的即个和合本2010版，伊翻译了更较好。伊讲啦，伊讲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信心来衡量，看得合乎中道。但咱特别注意伫这个所在，伊伫这个所在，伊也伫咧台语讲讲毋通将家己看伤悬。使徒保罗伊伫这个所在，伊毋是讲照咱逐人的迄个所得到迄个恩赐的大细来。看安尼讲看得合乎中道，伫遐乃是安怎？伊伫迄个中间是照着个人的啥物货？伊讲照着逐个人信心的分量。伊伫即个所在因为迄个有恩典是一回事，有迄个信心来将来运用着伊所领受的迄个恩赐。迄个是另外一回事。有恩赐的人伊犹原阁有迄个爱有用着迄个信心来运行、来运用伊所领受的迄个恩赐。所以会通讲无在伫咧伊所领受的迄个恩赐，也是讲伊的才调、伊的即个学问乃是在伫咧伊迄个信心来有偌济的信心来为上帝来运用伊所领受遮的恩赐，这才是迄个有迄个属灵的迄个价值。只有干那有恩赐学问并无法度互咱伫上帝面前伫遐安尼看做是一个有路用的，因为需要搁加上迄个信心来运用，才是有路用的。咱今仔会通看见偌济人，伊是偌尔有济恩赐，但是伊无法度互上帝来使用。伊安那，伊的信心无够呀！伊明明伊都有满满的恩赐，但是咧，因为伊无有够硬信心，伊伫遐像讲伫咧教会内面伊伫遐安尼看见着看着人的时阵伊就倒头球。伊伫咧即个，伊明明都有遮个恩赐，伊却唔敢来使用，所以迄个信心需要加上迄个信心，互咱所领受迄个恩赐，会通好安尼真伫咧上帝面前，伫众人的面前，会通安尼真好好来运用，来得到上帝的欢喜，也得到上帝的感动。后壁讲到迄个合乎中道。
伊伫遐讲到迄个和夫中道 ，OK， 伊讲伫遐看到和夫中道，即个意思毋若是干那讲安尼无看家己伤悬，嘛无看家己伤低。咱的现代台语译本翻了真好，伊伫遐讲，因为什么是和夫中道？伊伫遐台语，伊遐讲，伊讲叫做慎重来评价家己啊。因为伤过安尼，伤过咱看家己伤过悬，抵到咱的自高自大；伤低，搁抵到咱伫遐自暴自弃。伫遐安尼行，毋敢进前，毋敢互主所使用。伫咱今仔所领受的即个经文后壁，咱的头前有圣经，咱嘛会使搁一解掀开罗马书第12章的第4节，伊伫遐讲起着讲安怎讲，亲像一个身躯有真侪机体，逐个机体各有安尼无相同的功用。伊伫迄中间伫遐讲起着。即个经文内面其实是甲第3节是同款的意思，但是第4节伊咧所咧讲的是甲第3节，伊是诚做迄个第3节的一个例啦。伊讲使徒伊伫迄中间，伊用到迄个身躯的即个机体来做例，伊伫遐来解明讲应当爱看啥物会叫做和夫中道的即个理由，就亲像即个身体，咱的身躯安尼有侪的即个机体。有无共款的功用，每一个机体就应该安尼将家己看做安尼真合宜，安尼会通讲慎重来评价家己，无安尼超越家己的迄个位置。你讲想象讲若一只手，伊讲我毋若要甲做手，我要搁做骹，安尼即只手爱放在什么所在？所以咱会通。无越过咱的迄个岗位，也无抵到放弃咱原底本地应该有的迄个位置。所以迄个叫做看得和夫中道，也就是看到亲像咱应该爱看到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功用，安尼的迄个大势。伫咧第5节内面，经文的第5节，佮另外伊安尼讲，虽然咱有真侪人。这里伊个另外个讲另外一个例，讲虽然咱真侪人毋过伫基督是一体，互相做机体。保罗伫即个所在，伊即个时阵，伊扩大，伊将身体来比喻成做一个教会，用即个机体来比喻咱遮主的门徒，遮基督徒。安尼的一个比喻是非常的适合，因为机体甲着身躯的关系应该是活的。并毋是一个机械性，所以咱会通看见，这个机体的每一个机体，即个教会内面，认真讲是缺一不可。这个机体安尼合做一体了，成做主的身体，是用着基督最头的一个教会，也是主的身躯。所以，甲你隔壁人讲，你是教会所袂迄落缺一不可的。咱过去伫咧，咱若看迄个哥林多教会，迄个哥林多前书，咱就会通看见。哥林多教会，因就是伫咧迄个中间，因伫遐彼此伫遐互相伫遐轻视。因哥林多教会看别个教会因看家己的教会比别个教会较强啊。因时常伫遐看靠家己所做，因看轻别人。保罗所以因安尼对迄个哥林多教会，伊特别讲安怎讲机体甲机体的迄个利害的迄个相关是迄个彼此的迄个关系，是迄个重要性是爱互相伫遐来互相帮衬。任何一部分受苦，照咱圣经所讲，一体受苦，百体受苦；一体得到阳光，百体得到阳光，敢毋是？
咱每一个人拢安尼拢有无共款的恩赐，无有迄个一个教会内面对头到尾拢同一款的恩赐。啊，若有安尼的时阵，迄个教会论真讲嘛是残缺，敢毋是？就甲亲像一个人，一个人，伊的规个身躯拢总干那目睭，无有手无有骹，安尼迄是变啥？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恩赐，有无共款的迄个咱讲长处。所以有个人伊伫咧祈祷的部分，伊非常安尼，咱讲在行，或者说伊真贤祈祷。啊，有个人伫咧教导的顶面真贤。所以有个人亲像安尼，伫咱亲像吴老师安尼精于音乐，咱内面那精于音乐的人嘛袂少啊，但是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迄个恩赐。咱今仔日咱内面有偌济，伫咱中间有偌济苏琴的人才。咱的永学老师，阁是声乐老师。咱会用想象讲，咱伫咱的教会内面，敢若单音乐都有无共款的遐恩赐。所以咱安尼，大家伫咧即个教会内面，伫遐参与任何的事奉的时阵，拢是占着一个真要紧的即个地位，是咱讲缺一不可的，是无法度欠过每一项的。伫即款安尼，遮所有一切，拢总是上帝的恩赐。咱今仔日咱会通伫咱南阳教会做礼拜，这是真正是上帝的恩典。今仔日咱会通看见讲，咱教会有遮尔啊侪安尼人才，这是真侪教会所欠缺。但是咱嘛无用安尼来评判，咱应该是讲，咱有教会有遐尔啊侪人才。佮正的人才拢欢喜互上帝用，欢喜互主用，迄才是迄个真正的恩典。所以今仔共款，今仔牧师会通伫咧咱教会内面伫遮牧会，这嘛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一间教会有遮尔啊侪安尼人才，欢喜互主使用，欢喜甲牧师同工，这间教会伊就会得到兴旺。如果逐个人，伊伫遐感觉讲安尼，我这恩赐无算啥，无有主使用。这间教会犹原是一个散请的教会。每一个人伫上帝、伫主的教会，拢总是缺一不可。所以咱就爱安尼。咱对上帝遐得到迄个恩赐，安尼来安尼奉献上帝，才有法度来荣光上帝。所以保罗伊伫咧后壁，伫咧咱今仔即个罗马书第5即个12章的第5节，伊遐讲啦，伊讲互相联络做肢体，就是伫遐讲伊遐基督徒伫咧教会内面无有迄个关系轻重的分别。是应该伫遐谦卑彼此伫遐来合作，成做一个会通安尼同心来做迄个应神益人的代志。这才是一间教会。所以伫咧过去差不多伫咧100多年前，伫咧英国有一位牧师，这个牧师伊原本伊伫咧一间教会。伫咧一间安尼咱讲真散车的教会，人少、钱少、奉献少、啥物会少，拢总少。所以伫咧中间安尼伫遐安尼，伊的社礼嘛真少，生活过了真辛苦。有一日伫咧伦敦的一间大教会迄个因的本地牧师安尼年老过身。即个伦敦的即间教会的会友因的迄个总集就来安尼邀请着这位牧师安尼去因的教会来做因的牧师。即个牧师就接纳安尼因的迄款安尼邀请。就当伫咧伊要离开的时阵，教会会友安尼真毋甘，就来为伊来开一个即个安尼欢送会。
大家人非常的毋甘伫遐依依不舍。即个牧师安尼受到真大的感动，伊就伫迄中间，伊落尾手，伊怎啊放弃伊迄个伦敦之行，伊就后来伊写落咱伫咱诶什么圣诗609首，咱诶609首内面讲到啥？伊讲迄个伫主听堂内面，伫咧华语诶诗歌叫做《四莲妙节》。珍惜上帝，互咱迄个彼此迄种连结的迄种真做基督的肢体的迄款安尼的机会，同心合意伫咧主的听内面，咱伫遐彼此伫遐来连结，伫咧同一个基督的即个身躯的内面，咱伫遐荣光上帝的名。这才是一个咱应该看做咱诚做一个基督徒。什么叫做合乎中道，应该爱做的代志？所以咱会通看见到，伫咧即个中间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需要安尼谦卑来看待咱家己。所以咱会通看见的，就是既然谦卑是遐尔啊重要，安尼到底啥物会是谦卑？咱伫咧咱安尼顶礼拜，咱有讲起着讲耶稣安尼伊安尼摕着迄个安尼正面。互拍了，伊阁摕倒面互人拍，迄个教导，伊伫遐爱咱用着迄个谦卑来赢过迄个骄傲，但是人却伫迄个中间咱会通看见侪遮个安尼，尤其是遮个安尼非基督徒，咱遮个福音的朋友，因有可能因摕到咱所领受的即段经文，伊伫遐安怎讲？伫遐来踢笑基督徒是软弱的，是迄落会通好互人欺负的一群。所以咱要问来讲，谦卑是软弱的表现吗？毋是，谦卑毋是自卑，也毋是看轻家己，也搁较毋是感觉家己是一个无能的，毋是迄个好认家己的迄个强处，搁较毋是伫遐咧讲迄个客气话。谦卑毋是遮个，谦卑咱会通看见，伫咧咱，尤其伫咱即个华人的咱的即个文化内面，咱时常咱会伫人的面前伫遐讲伫遐好认咱家己的一寡迄个强的所在，人伫遐讲起就讲恁的你即个查某囝安尼真有才调，咱安怎讲？无啦，有够含慢的。这是华人的文化，但是这敢是谦卑？咱这毋是谦卑，因为圣经甲咱讲的是安怎？讲爱看得合乎中道，所以我伫咧顶礼拜捌讲去，就是谦卑毋是小看自己，嘛毋是少看家己，乃是无看家己。即句话讲啊，拄啊好。谦卑的迄个，咱会知影，就是咱的迄个规个谦卑的迄个焦点，毋是伫咧咱家己，乃是咱谦卑是谦卑伫上帝面前。所以咱的迄个规个谦卑的焦点，是伫咧咱的主上帝顶面。谦卑是要互咱看见着迄个上帝伟大，甲着认捌着咱家己是不过是人，咱不过是安尼。足卑微的，咱是足袂堪的。咱有安尼的迄个，有安尼的迄款的认捌了，咱才有法度，互咱家己愿意来放下咱家己的所有一切的权利。这就是谦卑。简单来讲，谦卑是啥？就是放下咱的权利，转去到伫咱本地的位置。这就是愿意来放下咱家己的迄个权利，转来到伫咱应该有的迄个位置的顶面。所以咱若安尼来看的时阵，咱就会通看见，当伫咧创世纪的时阵，当亚当夏娃挽着即个分别神和果的即个树的顶面的果子的时阵，因食着迄个果子了，因米伫咧迄个安尼树拿来，会用树丛的内面的时阵，
上帝甲伊讲一句话，伊讲恁伫倒位啊？你伫倒位？啥物是叫做你伫倒位？你的位置伫倒位啊？讲你徛你是安那无徛伫你应该徛的位置？回到本位，哦，咱若谦卑，咱就会伫咱家己应该有的迄个位置，袂低到咱伫遐安尼咱讲越界，吼，无伫咱应该有的迄个位置。所以，咱会通看见上帝不管伫咧啥物时阵，拢一直伫遐对咱讲即句话：你伫倒位？连包括以利亚遮尔啊伟大的先知，伊伫遐安尼拍败即个亚西别的遮400个先知，甲着迄个500外个即个亚撒拉的即个先知的时阵，伊伫遐亚西别讲：我要互你看袂到明天的太阳的时阵，以利亚伊开始逃走，伊去到南地，去到别西巴，去到伫上帝圣山的时阵。伊伫遐秘伫咧迄个上帝圣山的山洞的时阵，上帝敢若甲伊讲一句话：以利亚，你伫倒位？以利亚，伊是上帝迄个大能的勇士。当即个时阵去秘伫咧迄个山洞的内面，上帝伫遐甲讲：你伫倒位？你的本位伫倒位？今仔日咱的本位伫倒位？咱有徛伫咱应该徛的迄个位置无？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搁一摆来，搁一摆来亲像咱到底徛伫咧啥物款的位置？耶稣伊的性命是一个谦卑的性命，所以伊伫咧腓立比书内面，伊安怎讲起着耶稣安怎形容耶稣？伊伫遐讲起着讲，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倒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同款，用人的形体来出现。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咧十字架顶。伫咧这段经文内面，咱会通看见的是啥物货？是会通看见耶稣，伊是一再伫遐放下，安尼放下伊家己的权利，放下伊原底会用甲上帝平等安尼迄款的身份。伊放下伊互人服侍的迄款安尼权利，伊伫咧即个世上成做奴仆的迄款安尼样相，来伫遐来服侍人。佫毋但安尼，伊佫后来伊甚至伊放下伊迄个咱讲迄个生存的迄款的权利，伊选择顺服到死。而且佫是伫咧十字架顶的方式来死。那死，亲像咱最近有一个过去以早的政治人物，吼，安尼，感觉真失意，伊就安尼来结束伊家己的性命。耶稣毋是，伊伫遐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是用着迄个上痛苦的方式。是为着要来承担世间人的罪，安尼方式来死。对耶稣迄个身份，咱会通，也会通安尼，搁一摆来对即个谦卑来，咱讲下一个定义就是叫做放下权利。伊迄个谦卑是叫做放下伊的权利。耶稣伫咱头拄所看即个腓立比书。第2章内面，咱会通看见到耶稣，伊总共伊放下4项的权利。伊第一个，伊放下伊做上帝的权利；第二，伊放下伊得到荣光安尼迄个权利；第三，伊迄个放下迄个生甲死安尼的权利；第四，伊放下迄个受人尊重的权利。耶稣伊原底本底有迄个上帝的形象，但是咧，伊却安尼讲。放下伊甲上帝平等的地位，咱往往会感觉讲耶稣是上帝，所以安尼伊要放下一个即个权利，应该是一个真容易的代志。但是当耶稣伊是放下即个做上帝权利，成做人的时阵，咱爱知影是伊到底伊付出偌济代价。咱用试想讲，今仔日有人安尼。
爱咱来去学，迄落诚做一个猪，也是诚做一只狗。伫咧即个涂骹底下，安尼一边爬一边伫遐叫的时阵，你会啥物款的感受？爱咱放下迄个人的地位，请做一个动物，是一只偌尔啊大的牺牲，何况是咱的主耶稣？是咱无法度理解，因为上帝的地位甲着人的地位是遐尔啊差，遐尔啊，咱讲天差地远，是咱无法度想象的。所以伫咧迄个以赛亚书内面要去。伊遐伫遐形容着讲，万国伫咧上帝的眼中，咱亲像一桶水水桶内面的一滴安尼若定。列国亲像水桶内面的一滴。咱若今仔日咱若有机会去看到，咱伫咧网络内面进前捌，拢应该真侪人拢捌看过。伊伫遐将一个地球的一个人倒伫咧一个安尼迄个躺在一个躺椅上面。伊伫遐不断伫遐甲迄落，咱讲一直扭大的时阵，落尾手伊对看到一个美国的迄个地图，后来变到规个迄个地球，佮继续放大，看到规个太阳系，地球剩一粒仔囝，落尾手去到伫迄个银河的时阵，像地球已经看无，连一粒沙嘛无。搁到去规个宇宙的时阵，连银河用要看无。地球万国伫上帝眼中，那亲像水桶内面的一滴。伫咧伫咧创造宇宙的上帝三比的时阵，诗人伫遐大卫伫遐讲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你所安排的月亮星辰人算什么？你遐尼关心。世间人算什么？你遐尼照顾？咱原底本底是咱讲微不足道的，咱是安尼亲像那真爱不如的。耶稣拥有迄个上帝迄个形象，迄个宇宙一切拢是伊的，但是伊选择伫咧迄个伊原底本底伊有的顶面的即个代志的顶面，伊伫遐谦卑，伊伫迄个中间伊。欢喜伫遐来放下伊的原底迄个有，伊放下即个伟大的即个地位，伊谦卑来到伫上即个世间来成做人。咱的地位算什么？安尼，咱阁有啥物通好骄傲？耶稣伫咧即个世上，无用着上帝形象伫遐活着，乃是伊放下做上帝的权利，用人的样式、人的形象伫遐活着。虽然伊是上帝，伊却放下我靠伊家己的迄个权利，伫咧伊原底本底的代志代志顶面，伊伫遐来谦卑；伫咧伊所行的代志的顶面，伊原底本底就知影伊应该要怎样做，但是伊凡事安怎？我靠天爸，伊伫迄中间，耶稣伊伫遐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囝袂通照家己的意思做代志，只有看爸做啥物，伊才通伊照安尼做。爸所做，囝嘛照安尼做。你兄弟，伫咱袂晓，也是咱无真熟悉的代志的顶面。咱倚靠上帝是一件真自然的代志，但是咱嘛会发现的，就是伫咧往当咱安尼捌一寡，知影一寡了了，咱却会安怎？咱一下袂记咧上帝。咱伫咧中间袂记咧倚靠上帝，咱就开始来倚靠咱家己的聪明智慧。咱伫咧中间就开始倚靠家己，特别是伫咧咱的教会的侍奉的顶面。即个侍奉的日子哪来哪久，咱就会需要搁较侪会谦卑，才有法度凡事来倚靠上帝。也咱才袂来伫遐来抢夺上帝的荣光。就较亲像耶稣伊伫遐坚持伊放下伊迄个做上帝迄个权利。直到伊后来，伊完成天父的迄个心意。
安尼咱减有法度伫遐来谦卑，来凡事伫咧即个凡事顶面，咱选择学习亲像主耶稣共款，伫遐来倚靠天父上帝。耶稣伊毋若放下迄个做上帝的权利，伊凡事倚靠天父，伊搁较伊也将伊家己安那放伫迄个罪人的权柄的下面。当耶稣伊伫咧12岁时阵，伊伫遐顺服着伊即个世上的父母。伊特别伊伫咧12岁，伊去到伫即个圣殿伫遐甲着迄个要参加着即个成年礼。伊伫遐甲着即个伫咧耶路撒冷的即个迄落即个文士经学士，伊伫遐甲因伫遐咧对谈话。就算讲伊的父母毋知影伊所行的到底是啥物货，伊也无违背伊的父母反正伊顺服转去到伫迄个拿撒勒的所在，伫遐来继续来顺服伊的父母。无做耶稣愿意来放下即个做上帝的权利，伊也伫遐顺服伫迄个有罪的人。咱为虾米无法度彼此伫迄中间来顺服？特别是当咱伫遐安尼，那亲像捌比咱的讲，亲像讲咱的领袖也好，咱的一寡长官也好，也是咱的父母较济的时阵，咱敢有法度伫遐谦卑顺服伫因的顶面嘛？那尤其伫咱即马咱即个世代，即个世代变化非常的紧，但是咱敢有愿意欢喜来伫遐来顺叹咱的即个比咱较悬的人？咱伫迄中间也是讲比咱较年老的人，尤其咱做囝儿的，咱做囝儿时势，有当时咱的父母因过去所学习的，咱用上简单的例就好，就是伫咧使用手机的顶面，咱的即个咱会通看见着，迄有当时就也未上幼稚园的小朋友，迄手机用到偌熟的。但是咱这做阿公阿嬷的，迄手机吼，先摸都摸袂响，佫摸的佫摸到手机宕机。咱这做囝儿时势，有当时为着咱的父母，会伫遐心内伫遐有侪的迄个，安尼讲，安尼埋怨，也是讲迄种安尼讲，都已经甲你讲遐济遍，声也袂响。咱愿意谦卑伫迄中间来顺服伫咱的这个已经年老的父母，求主帮助咱。各管牧师也要伫遮来唤起咱所有众兄弟，咱头头伫遐讲彼此的谦卑，所以咱嘛需要伫咧迄个教会甲教会之间，咱嘛爱彼此来谦卑。咱亲像讲，咱是安怎要参与伫咧教会内面，特别是尤其伫咱的即个基督徒联导会内面，会做遮个事工。咱伫迄中间，咱会通伫遐学习着，看见别间教会、别个教派人因的优点。咱时常看见咱，因为咱有真好的传统，咱的教会咱有做咱真优良的文化。但是如果咱若因为安尼，咱来自高自傲、自大，咱会看袂见别人的好的所在。会致到咱渐咱家己失去咱原地本地应该有的迄个位分。所以求主帮助咱是透过参与伫咧遮个逐样的即个侍奉的过程内面，互咱会通来得到更较多的成长。同款咱是安怎要参与伫咧即个施所爱无限的即个关怀事工，咱透过咱伫咧服侍遮个。看起来亲像是比咱较弱势，而且家庭，当咱去甲伊关心的时阵，咱会通看见啥？咱会通看见迄落因，当咱看见伊无的时阵，咱会晓伫迄中间学习着感恩，咱伫迄中间感谢上帝，
看见上帝伫咱的心中，迄个恩典偌尔啊大。所以服侍是啥？服侍是咱的需要，是要帮助咱，互咱看见上帝的恩典，也透过咱伫咧服侍过程，咱看见上帝伫咱心上的迄个恩典了，咱会当更较侪伫遐来学罗上帝，伫遐来高举上帝的名，荣光上帝的名。当咱安尼做时阵，敢是就是当我之前所分享的，当咱伫遐开始来讲起着上帝伊的大作为的时阵，上帝就设立伊的宝座伫咱的中间，就咱要经验迄个上帝更较大的恩典伫咱的中间。所以服侍是啥？服侍是咱的需要，透过安尼，咱得到上帝的祝福啊！毋是服侍，毋是讲咱比人较牛，咱比人较济，咱比人较有。咱透过咱所对上帝所领受的恩典，咱无将遐个压做咱家己使用，咱要伫迄个中间来安尼经验上帝更较侪丰盛恩典伫咱的中间。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好好搁一摆来亲像什么是谦卑，什么是叫做看到合乎中道。所以咱牧师游园共款有几个题目，咱好好搁一摆来亲像伫咧即礼拜内面，咱会通好好来想，到底什么是圣经内面强调的谦卑？生活中有偌尔啊侪代志，咱需要来去操练即个谦卑。第二，伫咧咱的耶稣伊的性命是一个谦卑的性命，伊放下迄个倒死的前面的权利，成做咱的模范。毋知咱还佫会记得无？第三，耶稣伊的性命是一个谦卑的性命，伊为咱安尼树立第一个模范就是放下迄个做上帝的权利，伊是怎样做到的？安尼，咱愿意来放下迄个做人的权利无？第四，上帝遐尔啊良善，伊有遐尔啊大的权能，但是为什么咱犹原无法度凡事来倚靠上帝？是啥物比较互咱无法度来倚靠上帝？求主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保罗先生对罗马教会所劝勉的，也诚做阮的劝勉。求主帮助阮，互阮无掠家己做牛，互阮欢喜看别人比阮较牛。也伫迄个中间，祝阮无看轻家己，嘛无少看家己，乃是阮无看家己。愿你的神不断来安尼引带阮、光照阮，互阮会通伫阮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来互主你的名得到应得的荣光。也互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会通时常也伫阮安尼所接触到的，不管是阮的同信的兄弟，是伫咧阮的厝边头尾，阮的亲戚、戚友、亲朋戚友，阮拢欢喜用着谦卑的心来服侍对方，来互阮的遮个特别是阮的遮个也未认捌主的阮遮个福音朋友，会通透过阮欢喜谦卑伫主你的面前来服侍因的时阵，互因犹原甲阮有份，成做主你上帝国内面的一份子。阮搁一届主你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做出个圣名，阿免。这是咱来因回应的诗歌，献诗第500首，献诗第500首，你心志重换心，请起立。
请坐。这时咱要奉献，请曾建明执事甲方美珍执事。毋知影奉献的意义的兄弟，通毋免先奉献。起立吟奉献诗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全智、全能、全知的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要赞美你，要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赏赐我们有生命的气息，我们也要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有份在国度里面有份。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学习成为谦卑的人。因为你赏识谦卑的人，你阻挡骄傲的人。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常常用你的话语来活出，在生活中活出。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谢谢你赏识我们有金钱，赏识我们有时间，赏识我们有生命。我们将这些奉献成为事工的使用，恳求你悦纳。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这是咱来读本周的经句，经句是伫罗马书12章第3节。靠上帝予我的恩赐，我对恁逐个人讲，毋通将家己看伤悬，着照上帝赐予恁逐个人信心的分量，心中鞭革家己。搁一摆，靠上帝予我的恩赐，我对恁逐个人讲，毋
毋通将家己看伤悬，着照上帝赐予恁逐个人信心的分量，慎重评价家己。咱看本周的报告事项，第一项，本主日礼拜后要召开中执会，请中执毕万新出席。第二点，后主日是关心国际纪念会主任纪念会派责任教会张志明长老代表该会到本会来见证请安甲报告。第三点，请妇女团体、少年团体、学生小组甲音乐事奉团选出2023年的新年同工来往办公室来汇报。第四点，本年度的查校日伫11月13，请各团体整理2022年1月到10月完数评证，还有现金的数。第五点，公报社的圣诞歌开始接受兄弟登记，伫招待处会当去登记，登记到11月20。第六点，本会为着洗手爱无限2.0的关怀时光，伫12月1号到12月24的期间，对咱宜兰市咱本会附近的弱势家庭，来有关怀时光，请兄弟会当来参与。具体消息，第一点，11月14，伫建潭青年活动中心有总会高龄关怀时光小组举办高龄关怀时光成果的分享会，咱中部若是要参加，会当甲少年团体陈立史会长来洽询。第二点，11月18拜五到拜六，总会教育委员会伫新竹的设计学院有第16届助理学老师联名培育生活营，咱会有助理学老师若是有兴趣，会当甲咱助理学曾建明校长来洽询。第三点，2023年1月30到2月4号，伫圣经学院新竹设计学院总会大专时光委员会有办理第60届大专的神研班，请学生若是有兴趣报名，会当伫公布栏，还佫有甲冯燕云辅导来洽询。顶周的出席方案的报告请有若是请兄弟来家己看，然后若是方案经验有出入的，会当甲办公室来见证。咱今日有新的朋友，伫无顺的边仔迄位，让自我介绍一下。好，欢迎。吴牧师有摕一罐迄桑葚汁，放伫教育厅遐，咱结束会当去啊。洛神，这么洛神那个洛神汁洛神花，咱家己去取用，感谢吴牧师。牧师叫我。去教育厅，然后啉洛神汁，然后分享。好，这是咱同齐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阮看到世界纷纷扰扰，有侪人有权有势的人，无用你所赐用的分数，为着家己的私欲，想要得到多搁较侪的权力甲利益，想要做世界的王，要做万年的皇帝。求你用你公义的手，撤销因一切不义，互因了解，只有你才是世界的主。你在阮的国家，
嘛有侪侪选举，求你看顾阮国家的未来，会当选出合你心意、真正疼惜人民的候选人，互阮台湾这个岛市会当得到你满满的祝福。我们要为着教会来向你祈祷。阮有侪侪事工，慢慢地行出教会，社区、社会来宣扬你的福音。求你甲遮个人工同在，互因所做，拢会当荣耀你的名。我慢慢要为着教会长辈的身体来祈祷，因拢是阮信仰的模范。求你赐因平安健康的身体，互因每一天拢活伫你的恩典中。嘛为着教会的会友来祈祷，有病痛的得到医治，有你恢复的得到快乐，互因的身体、心灵拢得到你的照顾甲安慰。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即马咱唱祝福的诗歌，献诗第398首，献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因诗线，请牧师来指导。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意真正善。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定互恁的是信息伊，也要请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下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